那不管如何呢，我们一直对玉山神仙有很深的一个渊源，因为知道我们董牧师他们在台南的时候呢，也常在我们教会。那后来呢，另外还有我们的有一位资深的牧者叫陈南忠牧师也许在座会有比较长辈的比较熟悉，他也是一直在他的会籍还一直留在我们这里他有一段时间也在玉山神学院来服侍已经退休了。他说我们一直对玉山学院除了他们的事工、原住民的事工有关心以外，我们有很多因缘的我们的同工。那期待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对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关注。那以下我们要请胡牧师来做信息的分享，也报告玉山学院的事工胡牧师所要讲的主题叫做和解。我们用拍手来欢迎胡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久没有回来喽，20几年呢。我记得我女儿那时候4岁还是5岁，在那边跳舞，当然不是这个礼拜堂是以前那个礼拜堂。你看，人生就是过得这么快。但是刚刚我们的诗班带我们唱的歌，上帝是信实，真的是信实。看你们教会今天，不是我要带给你们神的话语，是里面的敬拜，让我真的是浸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让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所以我跟你一样，要一生一世跟随我们的主。在富强教会有很多的故事，那已经是20几年的故事。但今天再回来是充满感谢。我记得王医师刚刚在那边带歌，他大概忘记我是他的病人，我们讲。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一起要分享你的话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领受你的话语，然后我们行出你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你所祝福的儿女。求你这个时候跟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让讲的跟听的一起领受你的话语。祷告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再一次和解这2个字，代表有和好的关系，和好的关系也代表一切都过去了，从现在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样和解和好的这个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是常常发生的，但是这样表面有时这样表面的和解，并没有办法让我们内心得到释放，所以我们内心常常还是会容易的感受到不满、怨恨、不快乐。那一种感觉，那一种思维，有时候就像蒲公英一样，你知道蒲公英？当那个蒲公英一散开的时候，就把我们的人生弄到很悲伤、很忧郁。有时候呢，我们就像那个野草，一直在我们内心盘根，那个痛苦、那个不满、那个忧郁，在我们内心里头，失望在里头，让我们整个人的心智，让我们的快乐，让我们的平安，让我们的喜乐也渐渐的消失。过去的这个暑假，我在西雅图的地方我女儿的房子旁边有一片草，那是一个很新的房子，才10年的房子，但是那片杂草，我就决定把它拔起来。这一拔不得了，那野草的根盘踞在房子的下面，我们拼命的抓，它甚至钻到水泥地那个房子水泥的下面。亲爱的弟兄姐妹，看我们看似坚强的人，我们看似一个非常厉害、强壮的人，今天的人不是很厉害吗？我记得董牧师在英国念书的时候，第1年我们不能去，我们家人不能去，他每个礼拜要靠着那
5块钱的英镑打电话回来台湾，然后是计分的，不是计时哦，是计分哦。就是今天的科技让我们用 FaceTime 或者是用 Line， 你要讲多久，随便你讲。以前不是女儿讲1分钟，儿子讲1分钟，我讲3分钟。有时候女儿电话就拿着就不动，哥哥在旁边说：“快一点，轮到我了。”还没。我说：“还没，你赶快讲啊！”不要，就这样子生的。像这样的人类，我们今天享受的这么多的文明，那么强壮的人，那么厉害的人，可是我们的另外一面是存在着软弱无比。因为我们从外面来的，我们从里面出去的，都是深深的掩埋着受伤。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内心像那个草一样，没有办法控制，一直长，一直长，让我们真的整个心没有上帝，只有外来的纷扰。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是念南省毕业的，我先生在南省有20年的时间了。我刚毕业的时候，去牧会的时候去上 CPE， 我那个老师就跟我讲，你要把你内心所有的内心的话要讲出来，因为你没有讲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医治，你没有医治，你只能够去帮助别人啊。同样的，基督徒也一样，你如果没有在神的里面得到医治，你怎能够去带别人，怎能够去帮助别人？这样的功课，在我们圣经里面最容易看到的。我打一下这个笔配，已经跑了很久了。好，哇 ，OK， 我们的奥特兰没有出来。好，在圣经里面的功课，跟我们学习最棒的功课就是约瑟，他是我们的典范。我们知道他的故事是，他是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的第11个。他小的时候17岁就跟着哥哥们去放牛，去放羊，对不起，去放牛。然后呢，他又当雅各这个爸爸的 spy， 就是间谍，告密者，所以是 spy。他会把哥哥在外面做的坏事就回来告诉雅各。然后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哥哥们会不会讨厌他？一定会啊！你这个人专门在当spy都在讲我坏话给爸爸听的，害我们都会安呐。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做了2个梦，那2个梦呢，让哥哥们更加的不满，所以趁着有一次离家远远放羊的时候，就把他怎样？卖了，对不对？把他从家里卖出去，卖到哪里？卖到埃及去。当然卖到埃及去做什么？当奴隶。他经过了好多年的痛苦，好多年的辛酸，在他30岁的时候，做了埃及的王，大王的官。最后呢，跟他弟弟跟他哥哥和好。他的哥哥要跟他和好的那一刻，非常害怕，非常的恐慌，因为这个是约瑟报冤的时候，是不是报仇的时候嘛？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但是约瑟很不容易把这个功课放下，他把内心所有的痛苦、对哥哥们的不满、对哥哥们的怨恨、对哥哥所给他的苦难，讲出了今天的经节，他的心胸何等的大！我们一起来读：用不着害怕，我不能代替上帝。你们本来想要害我，但是上帝却化恶为善，为的是要保存许多人的生命。由于从前所发生的事，今天才有这许多人活着。对，他的心胸何等的大！被卖去当奴隶是何等的苦，被抓到监狱去是何等的伤痛。这些他竟然讲出，这些都是上帝化恶为善，美意。所以这是宽容的话，何等的感动！他把我们的心胸打开。今天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世界，也不是只有台湾的世界，
是全世界来看，让我们觉得内心的十分无奈。因为今天的兄弟之间不再是用拳头打架，是用什么？刀，对不对？用枪。所以现代人的眼中已经没有亲人，只有什么仇人，只有仇恨。今天的世界，我们都看到，我们生活在当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是一个充满了利益，对不对？充满了享受，充满了奢华，甚至也充满了什么欺骗，也充满了谎言，有没有？这社会是不是这样子？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时候让我们真的是分辨不出来，而我们却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充满了没有安全感。所以有钱的人想要更有钱，对不对？弟兄姐妹没有阿门吗？有钱的人想要更有钱，甚至于我明明100块就可以吃饱了，我看我的弟兄还有10块钱，我要想尽办法把它抢过来，让我有110块。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肚子有几个？我们肚子只有一个，对不对？我们吃1顿饭够了，我们吃得下同时吃2顿饭吗？我们吃不下。可是我们怎样贪得无厌，不断的计较。我们能抢就抢，我们能偷就偷，我们能贪就贪，不是吗？让神的话让我们在思考，化恶为善。约瑟讲出这样的话，何等的心胸！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约瑟讲出这样的话，他就呈现了、承受了、应许了另外一个经节，很棒的经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和睦相处，是多么幸福，多么快乐！这好比贵重的油从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体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和睦相处，一个家庭和睦相处，神的话就这样的祝福出来。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真实的例子，活生生的应许，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得到。开阔的心胸何等的重要！一个宽阔的、一个美丽的图画，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诗篇133篇第1节到第2节。所以和解是让我们的心胸宽阔，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对不对？阿们。当我们带给别人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最大的快乐跟释放。我们来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英国人所写的赫克托·休罗曼的故事，他是英国一个非常出名的短篇小说的作家。他最出名的一篇故事就是《入侵者 Interrupter》。这个入侵者的故事呢，是他最有名的。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故事就是瑞克跟乔克的故事。瑞克呢，他们这个家族跟这2个家族有很深的仇恨。那很深的仇恨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块林地划拨的时候，他们争吵。乔克呢就给他认为是他的，可是呢，欧瑞克呢却由法院所判的这块土地是欧瑞克的。当然，所以3代的仇恨来到他们这一代的时候，大家都很不爽快，因为他明明是我的土地，怎么变成对方人呢？可是呢，这个乔克的家人从来不认为这个法院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就随意的、随便的、无所谓的进入森林里面。有一天晚上，乔克再一次的走入森林，欧瑞克这时候内心一发现，他进入了我的森林，他就很兴奋，就带了一批人要去抓这个乔克进入到我的地方。我记得在7、8年前我在彰化牧会的一个信徒到美国下面的那个纽泽西去找我的时候，他说
跟我说，牧师，我今天早上睡不着，所以我4点就起床了。起床以后，我就到你们邻居所有社区的人的后院去看了一下，地方很大。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吓一大跳，说你怎么可以到人家后院去看？人家会拿枪打你耶！所以同样的，当乔克进到欧瑞克的那个森林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去抓他。所以呢，欧瑞克就很兴奋的带着一群人要去抓乔克跟他的同伴。结果他们一进到森林的时候，这个欧瑞克是内心非常的兴奋，他想象着当他看到这个瑞克的时候，他如何的抓到他。结果呢，他们两个没有预期的呢，却在一棵大树的前面，两个面对面 face to face， 两个就遇到了，两个都吓一大跳，因为没有想到会遇到对方啊，就很快的拿起他们的猎枪要打对方，就是这个图片。当他们两个在很高兴要开枪的时候，上帝让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一棵大树竟然是倒下来，而且呢，发生了一事情，压在他们两个身上。哇，这个树很重，他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想尽所有的力量把这一树推开。这个时候，我们看那个地上是下什么？下雪，很冷很冷。然后呢，两个人躺在那边等待救援。结果呢，这个欧瑞克就跟这个乔克说：“我告诉你，我的同伴快来了，一下子就可以把我救出来。这样好了，当他们救我的时候，我顺便救你好了。”那瑞克说：“谁要你救？我才不用让你救，我的人也快到了。”他还很大声说：“我的人也快到了。”好，两个人已经被这棵树压得不能动的时候，两个人嘴巴还硬在那吵架，又等了很久，实在很冷，天色已经变暗的时候，大家都两个人开始觉得很冷。这时候欧瑞克就从他的大衣的内里拿出了一个就是一瓶那个酒，就是可以喝的酒，碘酒英国人都会放那个碘酒在这个袋子里，因为很冷的时候要喝一口可以取暖。结果他就拿出来就喝了一口。当他喝那一口的时候，他觉得，瑞克好可怜哦，他一定很冷。这样好了，我给他一口好了。他就跟瑞克说：“请你喝一口好了，我决定让你喝一口。”结果跟瑞克说：“我不跟仇人喝酒。”他很有志气哦，很冷，可是我不跟仇人喝酒，因为跟人喝酒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朋友才会喝酒嘛，对不对？好，我们怎么都没有反应呢？我在跟人家会讲的时候很有反应的，跟朋友才能够喝酒的，我们原住民也都喜欢跟朋友喝酒哦。我相信我们平地人也一样。他说我不跟你喝酒，因为我们是仇人。在这个时候还这样子说。那个时候，真的天已经开始变暗了，已经黑了，怎么办呢？他们还是躺在那里，真的没有人来救他们了，两边的人都没有人来救他们，周围静悄悄的，天已经很黑了。瑞克这个时候欧瑞克看了乔克，他发现，奇怪，我们两个人的仇恨怎么那么深啊？这个里面什么事情，为什么让我们可以拿生命来当仇恨呢？他的仇恨就渐渐退去，他就用很温和、很柔善的语言跟瑞克说：“瑞克，如果我的人来了以后救我的以后，我会跟你一起把你救出来，我会温柔的对待你。”那个时候瑞克就跟他说：“欧瑞克，我也会一样。跟你一样会把你救起来。如果我的人先来的话，原来神融化了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改变了。我愿意当你的朋友。”瑞克就跟瑞克怎么说？他刚刚拒绝喝酒了哦，现在愿意当他的朋友。所以他们两个就决定怎样合作，大声叫，让有人来救他们。他们之前都没有合作过哦。这个时候他们就决定合作，大叫。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大的森林，
有谁可以听到他们的叫声呢？根本没有人可以来救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你看那个欧瑞克长得比较高，说他压的上半部还可以升起来，对不对？那个瑞克比较矮，所以矮的很低，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我们都看到了哈。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虽然大叫，很冷的环境当中，黑漆漆的森林当中，还是没有人救他。于是，突然欧瑞克很兴奋的跟瑞克说：“哎，好像有声音来了呢！”哦，他们两个在很兴奋。欧瑞克呢，因为只有压到上半身看起来，他就挺起来看。嘿，真的呢，有人跑过来了呢，他要来救我们呢，他就很兴奋的跟瑞克说。瑞克就问他说：“是几个人呢？”那欧瑞克就回答：“大概是9个到10个。”哦，瑞克就很兴奋跟他说：“啊，是你的朋友吗？因为我的朋友只有7个人，你的朋友大概有9个、10个，是你的哦，不是我的哦。但是我们都得救了，他很兴奋，对不对？但他们两个都很兴奋的那一刹那，欧瑞克那个挺起来，那个人突然就停下来了。”就很忧伤，眼睛充满了眼泪，大叫：“是大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大爷，不是有人来讲。当然，这个故事作者只要写到这里，下面的故事就是你跟我来写的。生气、不满、记恨、讨厌、看不惯，都不会给人带来快乐。唯有同心努力，才能看到上帝的赐福跟未来，好像夜色一样。但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功课是更深的功课。他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你在祭坛前要献供物给上帝的时候，要是想起有弟兄被不满，你就该把供物留在祭坛前，立刻去跟他讲着，然后再回来把供物献给上帝。如果我们有时间再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一段的圣经节的前面的标题就是欢怒。主耶稣说：“你们听过古时候的人杀人应该受到制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这样说，他说生气，像弟兄姐妹生气的时候，也要受到判决，因为骂弟兄是愤怒的，或者是逞东西的，都不对。所以我们当要献祭物，也就是说我们要到礼拜堂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要献我们的人、我们的心、我们的一切给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跟我们有怨恨的人和解，因为我们要有悔改的心，才能够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先有悔改的心，才能够献祭，我们才能够恳求上帝的圣灵。当我们恳求上帝的圣灵以后，我们才能够跟神有和好的关系。我们跟神的有和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的祝福。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我们就在前面就把神的福气、神的就会挡住。因此，和解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领受上帝赐福的第一步。在主耶稣又告诉我们一起来读：你们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你们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的过错。所以，我们彼此饶恕，才能够把我们的敬拜跟赞美带到神的面前。今天在台湾有一群叫做原住民的弟兄姐妹，在过去的年日跟我们平地人生活在一起，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记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70年代，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汤英生，汤英生的，不在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可能就记得，他是那个时候汤英生是读嘉义师专，在那个时候能念嘉义师专是相当优秀的一个原住民青年。他能够写很棒的文章，又能够作曲，
又有很大的艺术天分。他因为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转学到花莲市政。在他转学的那个暑假，他就到台北去打工。在打工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事件，他被骗了。骗了以后呢，在那边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轰动，当然是很轰动。他杀了人，他杀了他的雇主，因为被骗，所以杀了雇主等等等。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都去看。在那个时候的那一天，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跟原住民发生关系。我跟我的先生在台南神学院，我虽然有原住民同学，我记得我要毕业的时候，我同学走在我后面，一个布农族的同学跟我说：“胡淑珍，你是原住民。”我说：“我怎么可能是原住民呢？我是平地人。”他一共讲了3次，我就骂他说：“你不要乱讲。”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毕业后竟然到原住民的都研教会去牧会。神怎样安排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去呢？因为我的主任牧师那个时候当的总会的议长，总会议长会有一个助理传道，我就当他的助理传道，所以我就去了那个都市原住民教会。我进到都市原住民教会以后，慢慢的去了解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统，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帮忙他们小朋友念书的时候，在冰箱里面我会放点心跟饮料，等小朋友念完书的时候可以吃这些点心跟饮料，然后就回家。结果小朋友打球的时候就把东西吃掉了，等我要去拿点心的时候不见了。我还难过说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在平地教会从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对不对？教会的是教会的，人家的就人家的，怎么可能变成你的呢？在原住民就是这样。有一次我跟我长老到山上去的时候，我在半路上问我说：“牧师，你要不要去那边吃一点什么东西？”我说：“我们在这里怎么可能煮东西呢？”他说：“我们就到冰箱去打开就有东西吃啊。”我说：“哈，你有没有打电话跟他说？”“没有啊，去了就吃啊。”这就是原住民。我看他们的文化里面真的试验很久，但是就这样子。本来跟人没有关系，就变成有关系，而今天就在玉山神学院。上个礼拜有一次的机会，我到花莲一个机构去，我跟他说，玉山神学院是何等的重要，因为那个机构也在花莲，所以他很了解原住民。我说玉山神学院为什么很重要？我跟他说，你一定要不要去玉山神学院？他眼睛里面就有问号。我跟他说很简单，你看到今天的原住民，你接触到了，你了解到了，但是若要改变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帮助玉山神学院，让更多的原住民传道人回到他们部落，到都市原住民教会去帮助他们，让原住民改变，让原住民站起来。所以原住民在教育上，在机会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一直都是弱势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肢体。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软弱，看到他们的缺乏，我们怎能够心这么硬帮助他们？或许过去我们对他们不了解，现在也是一样。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平地人跟原住民能够很好的结合的时候，他们对人的忠诚，他们对人的爱，他们对人的诚恳，会成为我们这个台湾社会很大的祝福。但是今天的社会很简单，我们都看到了，大家都喜欢怎样？锦上添花，喜不喜欢雪中送炭？不喜欢。我在上个月，我女儿的公司的老板突然去世。那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非常有钱，有钱到我真的很惊讶。他是 Bill Gates， 就是微软老板他们开始创始的其中一个人。就他去世了，他很有钱，我就很担心。我女儿工作那个是一个非营利组织organization 的公司，所以他去世了，这个公司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就打电话问我女儿说：“
你的工作会受到影响。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嘛，他走了嘛，他说妈妈你不用担心，我的老板要去世以前，因为他那个研究中心是研究人的脑部，所以他研究人的脑部出来以后，他从来不卖的哦，他是提供给医学院，提供给所有在研究的单位，对我们人脑有一些什么爱莫之病啊，还是老人痴呆症那一类的东西的研究的提供。那我说这样的非营利组织，他去世的当然会受影响。就他跟我说，妈，你不用担心，因为我的老板要去世以前，拨了100年的经费在我的公司，100年哦，那是不是很多钱？他的公司一共500-600人，都是不撇钱的人在那边做。这个世界有这么多有钱的人在关心很多事情，但是我也相信更多的人喜欢锦上添花。但是玉山神学院这个肉是篱笆边的，值得你们去拜访的地方，也是旅游很棒的地方。好，我们在那边有一群人在那边生活，这是院长的请安，我们可以看我们手中的请安卡。我们今年的预算是5700万。其实我们每一年，上个礼拜有一个学生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我们学校打？我说很简单，因为没有钱。我告诉你，我礼拜5晚上拿我的行动点去图书馆，一放进去，我的整个档案全部不见了。所以我昨天来到这里，在立功在拼命的弄，重新整理。昨天晚上来跟我们的杰克一起弄这个影片出来。我们就是这样，真的很缺乏哈。我们特别重要的是以锦上一之处的师资培育，因为我们的老师大概都跟董牧师一样都要退休了哈，所以我们的师资培育很重要，请为我们关心这个特别重要的施工。好，下一个，他不动了。好，我们的师资的部分，我们去看我们的资料。下一个，好，我们的意向也看我们的资料。再来一个。我有动啊！我们有一个弱小教会是什么意思？因为在部落大家没有钱，教会没有钱，所以玉山神学院需要派玉山神学院的学生，周6跟周日的时候去到教会，为了事工，在那边带主日学、青少年活动，礼拜天做礼拜讲道。但是玉山神学院自己本身没有钱可以去负担这个事工，所以需要发动台湾的教会、国外的教会来帮忙我们去做这件事情。那目前是美国有16间教会在支持16个教会的事工，那这个都是他们的报告，他们在那边的侍奉，他们在那边带主日学跟青少年的活动。好，下一个。OK， 这些都是他们在那边的侍奉报告。他们的经费1年只要7万5就够了。那7万5是要做什么？是买教材，还有学生的交通费。有时候深山里面去哦，很深山里面哦，然后他们学生吃饭的钱。好，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就跟你们一样，椅子是排这样子的。但是原住民做礼拜的时候呢？不一定都做好，我们椅子都会排在外面，有时候就在那边唱歌跳舞哈。也就是原住民就是这样嘛哈。有机会欢迎你们来看啊。下面一张，这个就是泰雅族的，你看有没有雄壮？啊，很壮哈。好，这是我们做礼拜，我们的礼拜堂，这也是我们做礼拜的地方。这是我们圣诞节我们的赞美礼拜。啊，这是学生的上课。这也是学生的上课，这个也是学生的上课。因为好，中间这个就是我们的院长。我们基督长老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我们院长一定要原住民。他是泰雅族的泰雅族人。好，我们有一个原住民推广中心，他要做什么？他就是寒暑假的时候办营会。为什么是寒暑假要办营会？因为刚刚说的那些小教会的孩子们、青少年，他们没有经费可以办营会，所以我们学校需要办营会，让他们来玉山神学院参加。所有的经费谁要出？
那个弱小的08边的神学院，玉山神学院要出这个题目，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有一个原住民推广中心，那个是在亚洲原住民推广中心，来我们学校念书的都是亚洲的原住民，有缅甸的，有印尼的，有印度的，有马来西亚的。我们现在有这个课程。好，下一章，我们有这么多族群，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平地人在原住民在玉山神学院是少数民族，我们差不多不到10个人，5个到10个中间而已啊、我们是少数民族耶，他们才是真正的族群哈。好，我特别要介绍这个，在高俊宇牧师的时代，玉山神学院的学生每天上课上半天，下午都要做工，因为学校没有经费，需要靠他们自己的手去做事情。那今天是一个学期做工做3天，所有的老师、院长、学生全部都要做工，这是其他神学院没有的。好，我们看他们做什么工。这是在山上，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听说这个地方很危险，这个地方有很多女生怕的东西，是什么？蛇。但是你来玉山神学院没有，因为这是在后山的后山的后山，那个地方。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一张。这个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要说一下。这个是我们玉山神学院没有自来水可以喝，我们是喝中央山脉深山里面的水，山泉水，很棒很棒。听说泡茶很好喝，你要不要来泡看看呢？那水管谁要帮我们接？当然是我们学生自己要去接，那是很危险的地方，因为你要去到那边要过一个山就一个山一个山。我的牧师，我的先生董牧师申请很多次，他要去看一下，到现在还没有被批准。为什么？因为怕他掉到山谷里面去。在 Austin， 在 Texas， 在美国的德州有一个长老，他叫做李长老，李宏道长老，或许有人知道他。他是我们公阿拿教会的人，那个高明教会的人，他。有一年到玉山神学院去教英文，他就一直申请，人家也不给他去。他有一次就偷偷跑去，因为他要回家了，要回到 Texas， 所以他就偷偷跑去。人家都出发了，他才去。他就顺着这个路走，走到前面的地方的时候，他就掉到山谷里面去。那个路只有1米只有这样而已山路只有这样而已，他就掉到山谷里面去。他念师大体育系的呢，非常的强壮呢。他在美国又念复健的，他是复健师呢，所以非常的强壮。他掉下去了，一直滚到下面的地方。幸好感谢主，他抓到一个小树bush，一个小树就抓到了。所以我问他怎么上来，他说手跟脚一起爬上来，爬到那个山路。我说接下来呢？当然继续走已经走到这里，他就继续走，他就走到一个溪的旁边，他没有办法过去了，因为那条溪的桥只有2条绳子，原住民就走那2条绳子，背着水管过去，他2手空空的，他竟然是这样过去。我问他说：“那原住民怎么过去？”很简单他们一只手拿着那个水管，一只手就抓住那个。另外一条绳子就这样一步就走过去。他说他不敢走，他怕被掉下去，很危险，所以他就走到溪的底下，然后过这个溪，所以整身湿哒哒的，然后又爬上去上面，然后继续走。当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学生跟老师吓到跳，老师你怎么来的？长老你怎么来的？我说你们就不让我跟，我就这样来我就掉到山谷，又爬上来，走到溪里面又走过来。我们的学生要自己这样的买水管，从深山里面把水引到学校。每一年如果台风过了以后，打得就是破坏得很严重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 team， 就是一组10几个人过去。
那个时候就要跟一个姐妹过去。请问姐妹过去做什么？做什么？哎，怎么没有声音？姐妹要去做什么？煮饭啊？为什么？因为工程很需要力量啊，所以要吃多一点东西啊。如果没有很严重的时候，我们是差不多5个人过去的时候，他们是早上出发的时候4点出发的时候就带便当过去，到晚上7、8点才回到学校。好，这个就是玉山神学院的学生。为什么不请人家来做比较简单呢？因为没有什么，没有钱，没有机会。好，下一张。玉山神学院好多情人步道，你们要不要去走一走？可是我的先生叫我不能走，为什么？因为那些步道全部都是学生自己做的，每一个步道有没有整齐？一上一下，每一个阶梯都不一样的高度，噼噼口口，噼噼口口。但是学生呢，蹦蹦蹦，蹦蹦蹦，上去蹦蹦蹦，下来蹦蹦，很快啊。因为所有的我们都要自己做，包括学校是在山坡地，需要挡土墙，挡土墙的工程我们也要自己维修。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树，所有的树倒了也要自己来弄。好，他们在做什么？有一棵樱花树，台风来的时候被吹得歪了一边，所以要把它怎样拉回来。我们有一条苦路，每一年的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走苦路。这条苦路走起来是1个钟头。我们在苦路设了10个站，每一个站都要读圣经，要默祷，要祷告。完了以后，老师就分成10个队，老师在带学生继续一站一站一站的走。最后是在我们的上农场，就是我们玉山神学院最高的地方，在那边集合。我们有一个代理院长的坟墓在那边，埋在那边，我们就在那边做一个复活节礼拜，以后全体的师生才从山上一起回到山下。我们的山下还是在山上啊，基本上玉山神仙都在山里面啊。好，我们就要走这一条路，想不想来？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来参加。你要来，你就跟我联络，我一定给你时间，让你一起来参与。好，这条路已经不是这个路了，现在这个路已经一塌糊涂了。这条路已经被土石流埋葬、淹埋了、破坏掉了。所以这条路很危险。我曾经看学生差一点跌倒骑摩托车，我们学生骑摩托车了半夜要从山上，这是在山上的路，从山上要骑摩托到教室上课，都要经过这一条路。好，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修樱花步道。我们冬天的时候开满了樱花，但是我们需要在我们侍奉周的时候来整修我们的樱花，让很多人樱花季节可以来看。等一下我们来看樱花有多漂亮。好，我们看右边那个人穿黄色雨鞋的那个人是谁？就是我的先生。他在做什么？董牧师在种咖啡。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去年收了第一次的咖啡，收了5磅，好少。我听说很好喝，因为我们都把它当礼物送给人了，所以我们的开了一个festival。Coffee Festival 就是咖啡日，结果我们是喝别人的咖啡，因为我们只有5磅而已。我们今年还要收咖啡，已经快要收了。我们的咖啡慢一点，我们那边比较冷，所以最近才要开始要收。欢迎你们明年2月来玉山神学院看樱花，然后喝玉山神学院的咖啡。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部分，我们就他们寒假都会去各个部落去布道。有没有漂亮？这个就是从我们男生宿舍看下去的景色，很美我们在冬天的景色就是这样。我们谢谢你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好，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图书馆，现在的也是图书馆。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玉山神学院本来只有2个建筑，一个就是行政大楼红色的那一个，另外那一个是餐厅。行政大楼是1楼是行政大楼，2楼是教室3间，3楼是礼拜堂。我们没有礼拜堂，我
我们是用教室当礼拜堂，然后呢，矮的这个前面这个是2楼，上面是2间教室，下面是餐厅，我们总共只有5间教室。你们一听就知道够不够？根本不够。我们那个主琴的课一上课要13个组一起上课呢，要去哪里上根本没地方上，所以我们只好再盖大了。那盖大了呢？哎，怎么不动呢？好，我们先看樱花好了。你知道这有没有漂亮？这是一个景而已嘛，哈。这是人家给我的相片。他们把樱花弄成这样子，很漂亮。这些就是我们的樱花，请你们来看好不好？好，我们看最后，我们到底就是因为盖这个大楼，变成我们负债累累，很希望你的帮忙，很需要你的帮忙。我们的右边的最上面就是礼拜堂，下面就是行政中心。左边就是给人家住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来花莲旅行、来花莲旅游、来玉山神学院开你们的小组、你们的团契的旅游，来住这里，你就是等于在支持玉山神学院，因为我们就是把这样的学生的宿舍先租给大家，那是很棒的哦，是套房是很美的地方。我每天躺在那个床上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离岸，因为我住在上面，很美很美。欢迎你们来，当你们住在那里，就是为玉山神学院做最大的贡献。当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马其顿人站在他的前面，告诉保罗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全校的师生也跟你这样说，请你举手为我们祷告，请你来帮助我们。圣诗一滴一滴的水，我们回到原来，有一条圣诗，他这样说：一滴滴的水能够成为大海，一粒一粒的沙可以成为地跟山。或许你的贡献不多，但是却能够帮助玉山神学院成为最大的力量。请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神学院，为这个神学院的祷告，也为这个神学院的奉献。愿我们认识神更深，知道肢体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帮忙；当肢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对他们祷告；当肢体需要我们关心的时候，请每一个人来帮忙。所以，当我们认识主耶稣更深的时候，我们更加爱他的时候，我们的福气就更多。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成为一家人。主耶稣，虽然我们一群住在都市都会区的平地人，跟原住民好像没有关系，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他们跟你一样都是你的儿女。主啊，玉山神学院需要你看顾，求你带领，也求你帮助这个学校，让这个学校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也成为台湾最大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带领富强教会成为这么令人渴望羡慕的教会。主，求你的功在这个教会继续运行，让这个教会成为其他的教会，成为玉山神学院最大的祝福。主，谢谢你，求你让我们有宽敞的心中，如耶稣一样领受你的福气，领受你的恩典，也将你的福气跟恩典跟更多的台湾人分享，成为神的国度。你求你祝福我们台湾这一块，祷告靠主耶稣的名。